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由网红来分享一段影片，讲这是都市的传说。讲伫新北市的新店，拖吊车敢若用17秒就会当甲车拖咧走。有袂少的网友伫个下骹来回讲，这都市的传说是真的哦。伫个新店拢唔敢违规停车，因为一间叫做夜望阿旺的这个民间的拖吊场，无人敢挑战。只要你一个违规停车，马上就会甲你拖掉。这款的积极度，互新店人赞叹讲，这是新店之光。更加有人希望这间拖吊场会当到其他的县市来整治交通的乱象。也毋过，这间拖吊场的业者无愿意加做回应。拖吊车拄捌开当时，警察单嘛拍好，速度有够紧，17秒时间就拖走违停的车。影片传上榜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，讲新北市新店的民间阿旺拖吊场拖吊的过程是内无影气无踪，红讲是台湾拖吊上紧的传说，30秒就牵手，比 F1 的技术更加厉害。新店连去北市的主要干道北新路虽然车真多，不过看过去超过1公里的红线，清清气气，无人敢黑白停，证实都市的传说受影的代志。我不敢停这边，感觉很恐怖吧？朋友在他们家门口停一下，马上就被调走，所以都不敢乱停。对。有违停很快就会来，我们曾经就只是停一下去买东西就被拖走了，他们动作是很快。新北市去年交通违规处地件数被320万件，第一名78万多件是违停，违规临时停车嘛有58万多件。新北北新路一段到3段，敢若拖掉就1要4000多件。规个后道拢是违停的机车，才当刷尾来拖吊场，无到5分钟，佮要驶出去拖车。同一个时间，当出门超10分钟的拖吊车，嘛甲违规的车拖倒来。虽然拖吊场网络评价是惨坏坏，敢若1点8粒星，不过违规就是唔对，网友嘛拢甲拖吊场支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